续来看新北市永和区的民佑街有一栋大楼，下晡的点外发生着坠楼的事件。初步了解，当时新店警察分局的警察队当咧追掠着毒品的案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一对男女为着要来逃走，全为7楼顶栽落去。这个警方是一直来弄门，顺利来弄破门了后，内底是有3男1女，其中有一对男女走到窗仔台边，被这个热火瓶企图要来逃走，煞意外栽落去。救护人员第一时间伫现场来抢救，但是这个女性送病医了后，也是救无倒来，过往路。那男性是大腿骨断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